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来给大家小解这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水，水就是空气甲酸素组合的物质，嘛是咱人拢爱啉的物件，嘛是维持咱人活落来三个重要的条件，也就是日头、空气甲水，其中的一项。落尾嘛会当用来讲一个物件水分多少的程度，像讲买伤过水。较特别的，就是讲会当算动物生态规格的单位，像讲头水池啊。另外一个饮读做水，也就是对江河的这个称呼，像咱讲山水，汉语你咧讲流，嘛会当讲是水，像讲离水，咱就会当讲是离流的意思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汽水，真侪囡仔拢爱啉，就是甲碳酸气掺入去水里，搁再掺糖，也搁有果汁来作为饮料。第二个词就是下水汤，也就是用鸡啊、这精神啊，因为北来煮的汤，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囡仔爱去西雅市，西雅市真趣味，唔但会当啉下水汤，也会当啉汽水，酸甲真欢喜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水，另外一个饮是水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